好，这里是公园路跟北龙路的交叉口，在龙潭乐管乐团在2019年跟2020年，我们做了一个小绿人会唱歌。在龙潭有4个路口，其实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路口。那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7点钟，那不管再过东向或西向的红绿灯，都会有听到悦耳的音乐。那但是很重要的这个音乐呢，都是我们在地的客庄音乐。过马路是每天都会做的事情，但是龙潭爱乐管弦乐团让音乐进入生活中，让生活中里面有音乐，那这是最直接的。我在龙潭工作了8年之后呢，就一直很喜欢龙潭，就继续住在这边。啊，我太太是客家人，说哎哈嘎塞隆，所以我们会听得懂客家话，但是讲的不是很多。那因为住在龙潭，生活在龙潭，工作在龙潭。我觉得客家人除了勤俭之外，很团结，然后对于整个在地的工作、在地的事物都非常的投入。在谈中到这个剧组，那现在你看清楚，是因为我们当时一直在构想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其实那个园区大家如果像这里是桃园的林潭街新创基地，他们在办鲁冰花的走读。那我们在去年的全国客家日12月27号，我们在12月28号办全国客家日的走读。那今年我们也是继续来办客家日的走读，让音乐、让客家的文学走入人们的心中，走入人们的生活里面。喜欢音乐，因为妈妈是国小的音乐老师，那我从小我们就弹风琴、弹钢琴，然后当然我在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不是读音乐班，那到了大学我第1年也不是读音乐系，是读政治系。为什么会喜欢音乐？我觉得音乐就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有了这个音乐可以让我们回到过去，也可以用音乐来认同在地。喜欢客家庄，喜欢龙潭，就因为我们把音乐让大家来认同这块土地。那也因为我们从龙潭爱乐开始创立的时候的几次演出，也开始演奏客家的音乐，发现大家对音乐是那么的喜欢，而且借由客家音乐能凝结大家的一个向心力。尤其那时候我们演奏客家本色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我们要把客家音乐变得不一样，让客家音乐让它提升它的一个层次。但是我们也把音乐跟文学结合，也把音乐带到国外去。我们除了人形音乐、小绿人会唱歌之外，我们在学校做了上下课的客家音乐，也在公车亭做了客家的音乐，那也在龙潭市场的垃圾车也放置了客家音乐。那这些种种都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里面。每次我看到我们小朋友跟大朋友，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在演奏客家的音乐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龙潭在地的记号。我希望把这个在地的记号让更多人知道，让国人、让国际的友人知道，龙潭是一个不一样的乐团，龙潭是一个属于客家的一个管弦乐团。